中山富人區竟然出現咗首付只需要30萬就可以上車嘅屋苑，係咪好驚訝呢？ Hello， 大家好，我係中發地產 Harry。我哋今日所同大家推薦嘅樓盤就係旭日富源中山108。咁喺距離我哋項目10分鐘嘅位置就係我依家身後呢個星河 Coco City 廣場。喺呢度所有大牌一應俱全，正所謂衣食住行係一步到位。並且喺我依家所在嘅位置，距離2公里，仲會新增咗一個香港直通巴士盛景上風站。喺呢一度嘅話咧，如果係翻到香港嘅太子、屯門、荃灣等等，都係2個鐘就可以去到噶啦。廣州地鐵18號線喺今個月月底嘅話咧，就正式開始動工噶啦。最近我哋項目咧就係旗杆新城站。咁目前喺整個東區呢一度，均價都係講緊26067嘅情況下，今次我哋中發地產攜手開發商推出特價專場，單價最平17000蚊起，係咪好有興趣呢？唔好行開，跟住我行啦！依家同大家睇嘅呢一套呢，就係君悦府目前最好賣嘅 size 89方嘅，做到4房嘅，亦都係目前市面上最稀缺嘅一個戶型啦。入門嘅左手邊，成個房間呢都係全贈送嘅。廚房咧係做咗雙邊嘅灶台啦，就將洗切煮分好，對應出嚟咧呢度中間係多埋一個生活陽台添，而且咧可以見到呢啲移動插座咧都係我哋嘅交樓標準嚟嘅。咁喺入咗嚟之後咧，廳位嘅一個闊度開間咧就係3.5米噶啦。哇！呢個門好重啊！咁呢個咧係做到雙層嘅隔熱隔音嘅一個玻璃嘅門。再過嚟睇翻陽台呢度啦，成個闊度咧大概係1.8米左右嘅，而且佢裡面有一半嘅面積係贈送噶啦。護欄咧都係採用全鋁嘅一個材質嚟做嘅。跟住嚟睇翻另外3間房啦。首先我哋先嚟睇睇主人房。主人房呢邊咧，佢嘅私密性會高啲，因為入門咧仲做埋一個玄關位。咁預留嘅呢邊嘅位置咧，全部係開咗個入牆式嘅衣櫃。主位咧都係做好乾濕分區嘅。成個房間空間啦，其實整體非常大嘅。咁我哋可以擺到2個床頭櫃，加埋一個1.8米嘅床咧，都係綽綽有餘嘅。而且咧呢個飄台仲可以駁添。跟住嚟睇翻隔離呢間客房。咁呢個客房咧，我哋用嚟做一個兒童房咧就唔錯啦。咁做一個榻榻米嘅形式。呢間客房就犀利啦，成個空間咧會比我哋隔離第一間客房會大，而且裡面仲有一半嘅面積係贈送嘅，成套89方所有嘅飄台咧都可以駁咗佢嘅。對應出嚟嘅呢個客位啦，係做咗3分離嘅，將洗手盆、馬桶位同埋淋浴間都分好晒。跟住我哋睇嘅呢一套咧就係127方嘅，做到5房2廳2衛嘅一個戶型啦。咁呢個橫廳咧應該係最合適到我哋嘅香港街坊啦，因為咧成個廳嘅一個開面咧非常闊，呢個闊度咧足足有5米嘅，長度咧都係達到6.8米。陽台嘅一個開面咧係已經好闊嘅，而且咧佢將個推拉門啊係做到好邊嘅，所以成個採光性係非常好。咁喺護欄呢個位置咧，佢做嘅都係鋁合金嘅一個材質啦，非常硬淨。入門嘅右手邊呢一側咧，呢個面積完全係送俾大家，而且可以做一個多功能嘅房間啦，就可以將動區靜區分好2邊啦。喺呢一間房嘅對面咧，就係我哋嘅客房，咁可以連埋飄台一齊做一個榻榻米，中間活動空間就會大好多啦。廚房呢邊咧係做咗對應2側嘅灶台，就可以將洗切同埋煮咧分好晒。咁點解咁做呢？因為佢外面咧仲對應咗有一個生活陽台，都係有一半嘅面積係贈送啦，擺洗衣機、晾衫都得。而且咧開咗呢個門，再對應翻主陽台咧，其實係形成一個對流噶啦。廚房嘅隔離咧就係第3間嘅客房設計。咁當然啦，呢間客房咧係做一個書房嘅形式啦，因為本身佢係有一個好大嘅開面做推拉門嘅。隔離咧呢度就係我哋嘅一個衛生間啦。呢個衛生間咧唔單止做咗乾濕分區之外咧，佢仲有預留咗一個飄台位，咁可以擺到我哋好多嘅淋浴用品啦。第4間嘅客房可以擺到一個1.5米床加2個床頭櫃都冇問題。不過當然啦，利用翻飄台係最好噶啦，因為其實佢飄台嘅拉伸面係好長嘅。最後嚟睇翻我哋嘅主人房，哇！呢個主人房嘅空間超級大啦。首先我哋入門嘅位置呢度咧係預留咗用嚟做一個3櫃位嘅，裡面咧擺咗一張1.8米嘅床加2個大嘅床頭櫃。咁最後就係主人房呢邊嘅衞生間啦，都係做好乾濕分區啦。中意浸浴嘅客戶咧，係可以將呢個淋浴間咧改成一個浴缸咁樣嘅形式。咁翻到嚟我哋售樓部啦，同你介紹下我哋整個項目佢個地理優勢啦。我哋依家所處嘅位置咧就係旗杆新城
旭日富源中山108。如果係話香港嘅街坊佢要翻到嚟嘅話咧，應該點行呢？其實比較簡單嘅，佢離我哋項目大概10分鐘左右咧，佢就會有一個叫做盛景上風站。咁呢度嘅話咧，佢係有直達巴士，大概係2個鐘嘅話咧，可以翻到我哋嘅荃灣太子、屯門等等嘅。咁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喺我哋項目距離10分鐘，亦都可以去到我中山北站。半個鐘可以翻到去我哋嘅珠海拱北口岸站，搭翻我哋嘅金巴翻到去我哋香港，講緊1個半鐘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話唔想轉車都冇問題，轉翻去廣州南站，跟住搭翻我哋西九龍地鐵線，全場都係1個半鐘頭就 OK 噶啦。廣州地鐵18號線喺今個月月底嘅話咧，就正式開始動工噶啦。咁成條地鐵線最近我哋項目咧，就係講緊我哋嘅旗杆新城站，就喺我哋嘅地標建築門口。換句説話嚟講，你到時喺呢度落到樓下，你就會有翻自己嘅地鐵可以坐噶啦。周圍會有啲咩生活配套呢？其實喺我哋項目出面呢條長江北路沿住上去10分鐘左右啦，就可以去到我哋依家嘅商業地標，我哋嘅 Coco City 廣場啦。咁除此之外嘅話呢，其實我哋項目自身佢都係一個叫做商住一體化嘅一個大型項目嚟嘅，都會喺呢度打造翻一個叫商業街區，公園配套亦都做得非常之足嘅。喺我哋項目對面亦都會有翻一個叫做灣區體育公園，今年年底就會動工翻一個濱江公園啦。所以自身喺呢一邊，你無論係衣食住行、生活休閒一應俱全。咁嚟到我哋沙盤區域，第一眼望到嘅呢，就係我哋自己嘅地標建築。咁呢度嘅話呢，就係我哋自己嘅國際金融中心以及係5星級酒店嘅。面前呢一個位置呢，佢就係我哋個花園式立體商業街區，一個24米高嘅風情街。咁我哋自身嘅話咧，喺呢一邊佢係打造翻整個中山嘅地標，所以佢呢一邊嘅話咧，無論係商業體系啊、高薪人才啊，全部係聚集於喺我哋呢個位置嘅。咁我哋依家所賣緊嘅話咧，就係9棟同埋10棟啦。依家香港街坊過嚟買樓，佢個政策亦都係同大陸一樣噶啦，首期只需要係2成，做緊工商銀行嘅貸款。咁目前嚟講嘅話咧，喺整個中山富人區係冇咁靚嘅樓盤可以出現噶啦，所以你咁都唔心動，快啲撥打我哋嘅電話嚟到我哋嘅旺角荃灣展廳參加我哋嘅中山實地睇樓團啦！